士的鲜血不会白流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彻底纯洁我们的队伍，揭露所有伪装革命的叛徒，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。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，那是战士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注意那些出卖祖国的叛徒。在连长，我替你念。哎，好，这儿。我们的革命已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，我们的政府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，我们的军队得到了加强，我们有信心、有力量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。希望各族人民团结在3区革命政府的周围，我带你去看一个人。新的战斗，胜利一定属于3区革命人民的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上司，你瞧我家客人，我的妹妹海伊妮。海伊妮，你好。我的这个连长满脑子智谋，非常聪明，不像我只会舞刀弄枪。阿曼，不要这样贬低自己嘛！啊！嘿，我们请斯堪德尔连长跳个舞好不好？演奏起来！快！毡房里美丽的姑娘，都哑巴了，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哈哈，说的是啊。阿曼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身边坐着个那么可爱的小妹妹，困了啊？怎么会呢？我正在思考怎么样表达我见到她的心情。哎，阿曼哥的舞姿怎么样？别人说我冲出战壕的姿势特别像跳瓦尔斯，蹦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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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擦。敌人一定欢迎打仗都像跳舞的班长。那可不。不过阿曼在战场上虽然动作像跳瓦尔兹，可他的子弹出去，敌人非死不可。斯堪德尔连长，什么时候批准我参军？啊，你和莱利的参军申请已经提交营部了。求求你，帮我们说说好话嘛！后后，爸爸，爸爸！
가슴이 긴 나오보던 마르간 사인 아스타르 마라스是你，还你。真对不起，我的琴声打搅了你。不，你好像很忧伤。你唱的歌是我父亲经常唱的，可他被北山的土匪打死了。你不要难过，枪杀革命战士，只能说明他们的虚弱。坐吧，振作起来，小妹妹。连长，也介绍我参加民族军吧，我要替爸爸报仇。你写一份详细情况，我带到营部研究研究。相信我，你的愿望会实现的。喜欢吗？送给你，这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获得的奖品。就用这支笔写你的入伍申请吧。谢谢你，斯堪德尔大哥。